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国道警察伫高速公路封路来追捕，也毋过追捕的毋是歹人，是一阵杨妹啊！七八只羊仔出现伫国道的，其中有一只还阁伫车路乱撞，结果要去甲伊抓，这羊仔就外新的，超入去内侧的车道。大货车差一点就去弄着羊仔，警察嘛冒险咧追，但是这羊仔却愈走愈远，警方马上专线封路，用抓歹人的技巧拼命抓羊仔。羊仔妹妹咱伫护栏的底面，警察牙棍仔出来，无一步久，总算抓到细只羊仔。看到它有羊角，所以觉得它攻击性应该很强。我拿出甩棍，然后把它压制在墙边这样。警方调查，这主人是一名中年女子，平常时伫国道附近的山坡，想袂到这车道外侧护栏破一空，这细只羊仔就安尼撞入来。妨碍交通的话，会处以罚款300至600块。如果有发生交通事故，会依照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跟他求偿。结束一场有惊无险的追捕，国道警方八成是赶羊仔的牧羊人，警察嘛苦笑讲，抓羊仔真正是比抓歹人还较困难。